我的国家佛摩萨第9趴，作者陈雷。第一个启示：烫铁的灵魂为中毒的涂骹底出世，寒电热人的灵甲花，何必天塞春结？拍算去的身躯，害予人世间，毋甘放杀万切，亲像跋落土的花蔓，请原谅伊。天界的欢喜单单会当，保送灵魂陪我进未熄的梦，通保守爱的信仰。梦是灵魂的门户，真愧是思念的爱，总是被侮辱的身体，若拗子的甘蔗，浪费的血，建做结晶的目屎珠。互笑加七搭，唱放进去的歌，凡夫毋通好转来啊！我伫遮，这就是真正的我。伊张图毋敢，惊侵犯神的圣堂、至圣的土地，拆破的布景，后面化妆消面。运命在搬凄惨的戏，黑暗的舞台顶，无一个演员像人世间的人。啉一后失望的苦茶，煞来就是蜂蜜的甘甜。迄声吩咐，我的血，请压断这块黄泥，因为我为伊流，互平安的种子布影。和平的花蕊生果子，把这个礼送予该地的人，安尼因的喙齿无讲白贼，手骨袂出暴力，因的心袂阁出卖，因为启示想事，身躯袂阁压做乌影，思念比事实较实的梦。醒来是启示的回声，我伫遮，这就是真正的我。神秘的笑，伫伊的面皮开花，若像人人恋爱的玉兰，热人爱娇的白花，伫迦南的天堂四季透透，吹啵啵啵的花香。